流浪在人嘅气体，远离人类构造嘅美丽环境，放弃嘅语言，放弃嘅艺术性嘅模拟行径，放弃嘅装扮的面向嘅尺寸，成为人嘅一类朋友。思绪爱柔软像树枝，意志爱坚挺像盘根，心境爱平静像摇篮，眼界爱高耸像奇木，随季节变换一片，无私嘅开花啦。朋友，本人来批人类嘅芬芳，分享素人嘅纯美。在一些美10年，我有一束诗。對男人40歲到男人50歲，男人60歲到男人70歲，人佢會看到一束詩係男人60歲嘅一個主詩地位其中一束，很多書友嘅欣賞。加對一束詩地位，人就會看到喺整個以前嘅60歲嘅時節，佢對個人嘅生命、對政治社會嘅理解，加做了佢寫入來，加其中未表嘅一個書友嘅欣賞，佢所體現嘅。係佢對自然嘅一個珍視，然後加一個連結。喺整個學嘅時地位嗬，人就會看到佢就像含一條樹嘅係樹葉，就會攞佢條當做一個主體，一個做啲攞佢條互通有生命嘅、有意識嘅主體。故所佢樹葉嘅欣賞嗬，佢我講嘅咩係佢用一條樹嘅去認可當人面前嘅正義時。講流浪的我哋嘅氣體，故所入來到我哋一片，韓國放棄一種傲慢嘅知識，放棄藝術性嘅模擬行徑，一條屬於人類認為自家係萬物之靈，認為自家係科技啊等等當發達，故所佢做嘅對資源一做有效嘅利用，一條東西對正常認為我出體嘅一條屬於人類嘅一種高傲來接觸數嘅世界。所以我按樣理解我，故所在60歲嘅時節，佢認為我已經有做到對自然係按樣嘅一個連結。我會記牢佢寫咗一首詞孔，一首對自家嘅描寫嘅詩，男人60歲，佢對一首詩地位，人做得看到佢對自然係用按樣嘅態度去面對，同時也會幫其他人對讀一首詩嘅人，會想到人對自然係咩也都會。傲慢嘅知識，都係藝術性嘅模擬行徑，都係裝扮面向嘅尺寸，一條冇必要嘅東西，老自然因為佢係次等嘅，唔是去從事。這就反過來，佢其實咩係整個係以前帶點長期嘅社會運動參與地位，對自然有佢自家嘅理解。到60歲嘅時節，佢已經認為愛做得本自然認可，故所佢寫一首需要嘅欣賞。這個樹把人當作朋友哈，樹同人當作朋友哈，樹會伊都同人講，唔是講用啊，就說你要應該怎麼樣哈，就說你作為一個人，你應該怎麼樣哈，最後面就講哈，無私的開發吧，朋友，讓我們嗅聞人類的芬芳，分享樹人的純美，就是說你要做到讓我們可以分享你的芬芳，你的純美。我不是說你要把斧頭把它砍掉，用布頭啊，剁下來，用木卡變架機用來哈。我說藝術師呢，有時候有將藝術嘅哈變人啊，擬人化，安尼變化，變化中間呢，都樹嘅講出伊嘅欣賞，希望人來變用嘅。人變啊，迄個樹都可以，都可以唔會受到傷害啦，不會濫伐森林啊，這些那些東西。